你哋為人子女嘅，要喺主嘅旨意範圍之內盡上本分，聽從父母，因為呢啲係理所當然嘅。第一條附帶應許嘅誡命就係、當孝敬父母，令你哋得福添壽。你哋為人父母嘅，責罰子女唔好過於嚴厲，亦唔要過分苛求，要照主嘅教訓養育佢哋。你哋做奴僕嘅，要戰戰兢兢，專心一意服從你哋世上嘅主人，如同服從基督一樣。唔好當住主人面子工作，只為博取歡心。服侍人亦要好似基督嘅僕人，甘心樂意行上帝嘅旨意，服侍基督一樣。因為佢係我哋真正嘅主。要記住，唔理係做奴隸亦好，做自由人亦好，主都會照佢所做嘅回報佢。你哋做主人嘅，要用同樣嘅態度對待你哋嘅僕人，唔好威嚇佢哋。要記住，你哋主僕二人都同有一位主人喺天上，佢係大公無私，絕不偏待人嘅。最後我要講，你哋要靠住主同佢嘅力量做剛強嘅人，要穿戴上帝所賜嘅全副武裝，以致你哋能夠防禦魔鬼嘅陰謀。要知道，我哋戰鬥嘅對象唔係世上嘅血肉之軀，而係天上靈界嘅權勢，就係嗰個掌管呢個黑暗世界嘅邪惡勢力。所以你哋要用上帝所賜嘅全副武裝裝備自己，好喺邪惡嘅日子裏面可以抵擋魔鬼，到爭戰完畢嘅時候依舊昂然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各就各位啦，用真理束腰，以公義當做護心鏡遮胸，着上和平福音嘅鞋，準備行動。此外，又要拎穩信心嘅盾牌，靠住佢，你哋就可以抵擋或者毀滅魔鬼嘅烈焰火箭。又要戴上救恩嘅頭盔，緊握